当然有名堂啊，根本要落到苗栗啦，苗栗啊后长后水后红景的地方啊。基本上讲真经啊，真经懂捏啦，有别的好食的发。来买炒面、炒米粉、炒饭。啊，真经哦。你有冇都来会买东西？因为我从细就伫遐行啊，鸦片头摆迄边样，就伫遐做生意啊。头摆该会嘛那做嘛该？个片迄啊，边个的熟沙，鸦片迄家就连个那个手榴弹的地方的哦。俺某想要吃炒饭炒面啊，俺他想要吃饼的，有卖饼的冇？啊，就排我马家就买，就冇买饼。冇买饼，哎呦，来，你买五熊，来好朋友啊，你买时间来会买饼的，哎，你好朋友送啊便宜啦，哎，几多钱？好啦，1万块。1万块，你个抢钱的啊，那谁买？俺顶去客家人。俺客家人啊，养黑俺妈妈。养妈妈？啊，养啥？哎呦，你妈妈是最早的小蜜蜂啊！没酸啦，黑啦。用蔡以前对2005年起始的演艺圈出头天，用的阿妹是行业，在到小号以前，用都係啲苗栗太平等太嘅，係個一段時間係本用有樂感開朗嘅身體當重要嘅結團，係個關鍵人物啦，聽講佢動力，啲太平等冇人唔知也安泰嘅名聲哦。你長得又辣，算客家辣妹。对啊，我不是客家辣妹最辣的，怎么说？有一个更辣的，有比你更辣，大平顶小辣椒之称。可我觉得你就够辣了，你客家西门框，俺哋冇补用啊。说真的，我很专情，我只有牵过五雄的手而已。真的呀，改？真嘅呢，可靠的老实的男人。冇讲实话，我就看讲，牵过嘛个池秋美151。还有嘛个碰碰，节目效果牵他我才用真感情在牵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有点放闪的感觉，都的嘛，不要太闪哈，太阳已经很大了哈。啊，妈妈，麻烦你拿着哈。那怎么办？男友视角，我只有手的戏而已啊。冇想到相片一拿出來呀，就得到安泰嘅迴響討論。各位用嘅 fans 也真件是係節目嘅效果啦。連上一拜15日連面卷咩戲，做戲嘢啊唔好按緊酷啦。阿總姑按閒係日日去前4粒酒，較重要哦。大冰晶小辣椒。啊！哦，是你哦。阿婆，你用啊，阿總姑啦。哦，哎，你阿婆幾多歲？對哈。76歲哦，哎，可以哦，很後生哦。啊，聽有常講啊吼，講頭擺啊吼，拄掠尾啊吼，去買東西係啊。係啊。哦，買嘛東西啊？乜嘢都買。咁你要買本嘛啥？可能冇馬人做的買啊。餅洋啊。餅洋。東園區師傅。嘿。西園區呂布，連大家有1萬多一個。哇，1萬多人，你看看。以前這裡其實整條街都是賣吃的啊。哇，那頭擺名博是3層樓的啊？唔咧，矮房子。矮房子。咁你那有錢咯？去了三層。其實不會有成幾萬人啊。嘿。都係過來買。嘿。買誒，特別講嘅數嗬。嘿。講誒，老太太，我都要蓋過哦。你要不要一起蓋？一起蓋啊哈！阿叔蓋啊。不夠錢就借啊。我就拼命跑山上啊。哇，去買。跑啊。哇。很辛苦。就這樣啊，哦，頭擺真的阿婆辛苦過來的。阿婆，有冇很多小辣椒咯？我先生的那個老鄉，伊開撞球場，我生意人家就搭起，佢係會有優先付啊。就是講那個王太太哈，很會做，給誰用嘛？像小辣椒一樣啊，就這樣嘛。哦。但是我其實小時候有見識過。怎麼辣？辣的地方在哪裡？如果那就是會做會包，不是你這樣。如果呢有誰敢欺負我們家的人啊，包括狗狗哦，我外婆是第一個衝出來拿着刀去追他們說不可以的那個。會吃你呀？冇啦。
啊，汉年，汉年哦，武雄有遗传到你，哦，不能欺负他，懂得影响不能欺负我身边。对呀，因为我小时候3岁的时候有在这边住过一段时间，在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会讲客家话。今天跟我妈聊，我才知道说，其实我前后只待了2年的时间，我就回台北读书了。可是这段时间其实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我觉得我的个性啊，还有我对于很多事情的看见的想法，都是从这边开始发掘出来的。开始耳朵妈名。王一香，王一香呀，你俩娘来唔咩？我出嚟，娘出来啊？哦，几多岁？10岁啊？哦，二姐。大家好，我係二姐王菲琴。王菲琴，那娘妹妹哦，堂哥是客家话冇？堂某吗？亮了，亮嘛啥？我是最小的，他也贺婉宁，传说中的各小贺就是我。哎呦，你都全部有劳阿婆天数吗？有你天数嘛噶？我就去做小蜜蜂，啊，真的，向他劳阿婆向他去，阿婆冇，唔是他去。阿婆指挥我就去。啊，阿婆就动嘴就对了，出发，你的事业。只要阿兵哥出巢啊，我就就爱再重新去买。嘿，哦，真嘅，甲钱全部分去。当然，我知道，他就是女王蜂。女王蜂，你们是小蜜蜂。蜂蜂出去，哇，穿到钱就拿出来。哎，你不搞哎赚钱包哦，包种诶。卤那个卤菜。头摆你阿妹是传统遐，买东西问阿兵哥。有马烧类就买过了。哦，头中汤。真的哦。真的。头中汤都要去买泡面。对啊，穿着军服来买2包泡面。王祖贤呢？王祖贤吗？老阿妹。齐秦啊。齐秦。对啊，他是王祖贤的弟弟。妈有了。在这边当兵。还有一啥？还有方老公。他以前在台积电的龙片。哦，真的哦。来这边买凉的。妈老阿妹。一正少熙也有啊。一正少熙。人头啊，全演艺圈全部来过，买这个东西啊。有搭档。詹姆士，我只有3岁的时候，我帮忙卖槟榔。扁龙吗？有招？而且我是穿露背装。哎呦，你看一下，人生最大尺度在3岁。3岁哦。他当兵的那时候，我也在这，所以我在婴幼儿的时候就跟詹姆斯碰过面。好有缘分哦。像我婆嘛，我婆用来开自助餐，这些时间我也是帮忙砍抽，还有周边同。我婆一开始也是平房，现在5层楼。因为我婆嘛，强拢会买阿兵哥，东伊都我婆家要吃过，有那个一正啊、少熙啊，还有口中汤。唐阿婆讲，日本所谓以前也特别是种的贵太片的茶哦，来来去去都是经过诺贝亚条台13线，一下苗栗市农会同菜体茶农当时会潜在头摆好光景，用邮寄摩托的方式来种，做出特别的苗栗凤茶，老太一种凤茶特别香的口感无穷用，金黄色的茶水有碰糖香的米丝。也是喺阿婆屋卡附近的限定人地嘅宝贝哟。阿婆咪讲，太平洋也特别种茶以外，日本所谓过后係種甘蔗，記得屋卡頭前還有貴太片甘蔗園呢。而直到第14世紀下，將有6件嘅卷藥、實地藥，各鋪吹無論係太陽社冰涼人、專藥、新兵報道，也係談錢噶，就係屋卡做事嘅生意當好嘅時節。唔但將食飽嘅官兵嘅追窮，咪學太向媽媽集體。媽媽頭大哦，凍漿呢？這個像蚂蚱。胡夢哦，有像胡夢誒。哦，你看你啊，胡熊哦，還 magic， 你看到嗎？那種 magic。還有哦，你這個花襯衫，這個是小洋裝。這是我最愛的，你不要看正面這樣，其實背面整個是露背，哎呦，露整個腰這樣子。因為以前很熱啊，
哦，古宋你挑摆有，对，你做不下去买槟榔的。对。而且以前阿婆就教我赚钱，我记得1盒50，可以抽5块。阿婆穿哦。有经济压力的。我都有零用钱，然后阿婆她就说你可以去买你喜欢的东西。哇，按太疯阿婆。对。看得出来，用同家婆的感情真是当好呢。听用过，佢哋到幼稚園以前，差唔多有2年的時間都喺啲家婆屋企，同爺愛阿姊分開啲台北苗栗2天歇。嘅時節，佢前後同家婆傾下，一下演出來談看下家婆講起段用前難忘嘅記憶。家媽媽吼，唔快話做家下咩苦啊吼，住啲台北朱砂成個人帶上嚟呀吼，當幾百個人，嫌家太時講。同我出紅毛嗬，我呀要朱砂要暗開哦，日子要講好，20頭期出暗不頭期都聽下衰一拐，阿姨會擺住感冒，都縮單呢。可以的，我怕很生气。阿婆，你可不可以起來？抱我！哎呦！好啊，我就觉得抱到他的扑蛋，他给他摔。懂乖。懂乖。已经这么不舒服了，才会叫你抱他一下。他还讲话讲不出来。讲不出来。阿婆。阿婆的演技真的很好。阿婆模仿气喘的样子，真的很像。阿婆在模仿一下气喘的样子。可以起来抱我。雖然是有短短6年lang嘅時間喺啲苗栗，不過啲家公家婆同阿姨用心照顧下，本用安快樂嘅童年。自細就啲家婆經營嘅小食店睇見用，咪對客家菜有特別濃嘅感情。尤其係家婆嘅蘇魯菜、客家炒肉，客家係用，特別係轉家婆屋企，聽說愛食嘅料理哦。大擺你轉來啊吼，有食到嘛個好料的嘛，嘿。客家燒，客家炒肉。客家炒牛。啊，真嘅哦，咁你我一定會是阿婆做的客家炒牛咯。我其實很愛去各個就是快炒啊餐廳吃客家小炒，可是就是少一個味道。冇阿婆的味道。而且媽媽她已經很會炒了，還是炒不出阿婆的味道。對。咁你香嘛該？香港。咁你要同開嘛該同？寄陽糖。哦，根本你才知道，姓姜的是寄陽糖。第一次聽呢。咁你爸爸香嘛該？你爸爸姓什麼？菜啊。哦，咁你阿公哦，阿公哦，阿公香港啊。我自己。媽媽她已經很會炒了，還是炒不出阿婆的味道。對，阿婆的米頭按厲害，那譬如講阿婆，阿婆有米頭。老味道，老人味。阿婆，佢看當到客家炒肉，佢都有豆腐乾啊，有青菜啊。我最加啦。椰菜真嘅啊，基本出嚟食看看。阿婆嘅客家炒肉真嘅要當好生喎。好來，阿婆來。真見當講用，當叫網絡做下嘅家婆，也拜味道人愛來協，拿鑊山點一下。要行講啊，佢也拜唔但唱系錄節目，還愛貼片傳出家婆料理客家炒肉嘅結構，也家婆蒸油嘅好味絲，真唔會冇睇喲。哇，他以前速度很快哦，然後就是舉的那個菜多重，他那個鍋這樣一把就舉起來，然後在裡面炒，就覺得很帥氣。他這麼小一隻，但是今天看到他這樣炒的有點慢，說真的，就有一種啊，外婆真的老了的感覺，所以我要趕快把這個味道給弄出來，這樣就後繼有人了。
该哈有帮忙做这个客家小炒，知道阿婆的秘诀在哪里吗？我看到妈妈的做法跟外婆完全不一样，我吃看看。而且阿婆油加蛮多的，比我们加的都多，非常香，很香。阿婆的米粥，肉会比较咸你啦。看，有刚刚我就发现，其实好吃。阿婆在煸肉跟鱿鱼的时候煸特别久，而且油比较多。对，我们油都下太少。而且鱿鱼不会太硬。对，软软的。我最主要是它这个竹柚，它煸的非常好，外表皮是金黄的，然后里面的肉又很有嚼劲。哦，阿婆真的臭酸。对啊，我每次炒的都觉得鱿鱼太硬。我妈炒的就炒太久啊。可是你炒很久啊。对啊，感觉你炒很久。看起来家婆客家炒牛嘅嘅，就啲老師傅嘅手感啦。廿八翕嘅時節，都好讀到約6年。有效嘅阿姨特別做嘅主角，再來愛同阿妹做生意。小總，你真嘅當有信福啊！唔過講到啱歡喜，實唔記得愛問嘅事情了。阿婆，該你香嘛該？香港。姓江，香港，該你同好嘛該同？寄陽堂。寄陽堂。哦，根本你才知道，姓江的是寄陽堂。第一次聽呢。該你爸爸香嘛該？你爸爸姓什麼？菜啊。哦，該你阿公哦。阿公哦。阿公香港啊。哦，對，像姓江嘛，所以是寄陽堂。我自己打铁。你爸爸，你觉得以黑那威严？他是闽南人，都讲台语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姓蔡的堂号是什么堂？你知道吗？姓蔡有堂号？有，他也是寄阳堂。什么也有堂号？什么都有堂号。对，所以也是寄阳堂。所以为什么他会堂号？为什么比如说寄阳堂为什么会成为姓江跟姓蔡的堂号？就是你们可能都是不同姓，但是都是从大陆寄阳那个地方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爸应该是客家人。我爸是客家人。真的。我第一次听说。你阿公会讲客家话吗？不会吧，他都讲台语啊。其实他真的是客家人。有啦，他阿公客家人呐，后龙人呐。你看没有？打印，但是他很早到台北去打拼，所以都讲闽南话。那其实你的阿祖他是后龙的客家人啊。所以你不是1/4客家人，你是纯种客家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比你还纯？比我还纯啊！没有黑龙一定好。比啦哈，讲闽南语的讲啦。我真的而且你一次就都记起来了，就都记阳堂。姓蔡、姓江的都。为什么你都没有讲啊？你没问就没事讲就讲，我怎么知道？哦，我姐也不知道，我很快的就传讯息给我姐，她也吓死了，她说真假的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我们一定要去验血。她讲说他们怎么都不讲，他们以为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吗？我姐比我更激动，跟我想象的反应一模一样。哇，根本6樣意外得到誒，6樣嘅下阿妹真講出，原來唔用嘅阿爸未係行業，係個湘菜人嘅同學未嘟好係寄陽堂，就本同學社會學堂嚟老人講其中嘅原因。像公認嘅年頭，皇帝去救退司馬孫8月，聽說祖武王滅秋有功，皇帝講過。以下嘅河南淮水順，10年前623年，公國本楚國滅脫咧，後退子孫就用國來做相，將公嘅人使到寄陽附近內發展變作為蒙族，故所湘公人就用寄陽做權學。另外，湘菜人係啲祖武王滅亡過後，封家老太屬土啲菜起事嘅，啲基本嘅河南地度，唔過啲10年前77年。強用本楚國滅脫咧，後退強用用國來做相，其中有一批強用使到寄陽，還個強用寄陽做權學。故所想講湘菜嘅人同學都係寄陽，安尼大家了解嘛喏。阿婆，你要提人公家歷史啊，你要請嘛啥？請公記。公記係嘛啥？哦，公記。嘿，娘叔，古所嘅娘叔公，叔公嘿，記了到哪位啊？佢今日轉去拄好轉去新竹寶山嘅方基主。基主嘅啊？嘿，不說人家就今日
长度哈，你压下去给红请皮，一听请皮到底。哦，当阿弟，我们去找他，这个你就会很了解，好不好？哎，小弟，好了。哎呦，他们没有吃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当然要给他们吃。会，我们只是做周一啦，我们假装要走，我们还没要走。后来吃东西了，看看啊。不能走，吃东西了。大家一起来吃。阿婆真見當地人食，啲阿婆熱情嘅招待下，連工作人員都當有適度嘅補充嘅體力。來去下呢隻碟，小眾當碟錢，特別為好食嘅응用準備隻醬氣，也咪係客莊醬油嘅好味絲哦。該下，你突然去阿婆家食個客家炒肉，好食錯冇？你好，你要米絲啦，然後講，哎，突然你要食啦，你因為上譬如你3時間。真勁哎！你跟我講，我講真勁呢？真勁啊！我講佢就話。啊，調緊啦，要不？哎，你點你料不要好，有塞挑管好冇？挑管底嘛干？我知道，就是干的那個豆豆。對，然後最主要它是做什麼最多？豆豆湯。喜歡。你小時候的味道對不對？對。可是你出了這個地方，是某類。是這樣美麗的地方啊，要不要才食得到了桶？係啊，客家種咧，客家米湯葱冇。聽講沒有？突然就可以讓它挑嘅，你要把它塞成挑管好嘛？走。好，來。走溜。哇，那米湯很香哦。我以為全世界都知道這個東西，但是沒有，我朋友都不知道豆豆湯哦。哎，東唔知，即客家人差唔多啲嘅。一種嘅西嘅黑糊，一種西嘅黑拍。黑拍。哦。一種嘅即黑長實嘅皮，細無香樣嘅品種，西嘅無香樣，煮片米湯面啲都無香樣。吉條咁樣，誒 anyway 即去買菜也好，用版原來可能要挑嘅也好，係較好嘅挑嘅。係。一條就較熟一些，一種細挑管起來就唔好食咧，就會胖。哦，胖嘅，哦，吃到胖嘅。那這樣子就比較結實。這比較結實。真的耶。這樣就比較結實。差好多，好明顯哦。所以這個豆子呢，跟人一樣，要挑那種結實的，胖那種虛胖那種就是不好的。要健身啊。要健身。骨瘦我們看到你打開來就很明顯了。對。胖好像裡面還有一些空氣的感覺。對。那曬的過程中，然後你講一下嘛。挑管曬噶，用水通過，通過去就拿出來曬。冬後天當拿出來曬哦，後天曬去給我白天給我曬天。像你像按幾天是按後天2天，6年是做的嘞。哦，6年是曬熱嘞，曬熱做的不用幾個時間啊。含水量已經很少了，你不用幾年就做的不用幾年哦。頭擺農業社會，客家人的種頭種米都會種長頭位。唔過睇出嘅時間是唔同，就同長頭位濕縮嘅水做乾空起來。細個嘅頭位發出嘅米絲，本唔用遠唔吃太灰一下。頭家用限特別做嘅也無唔用前後嘅排骨換頭乾湯，但將看啊，口水都會骨吞了。哦，真嘅很香哦，跟米湯凍香跟金針菇嘅米湯。這個真的。我最愛吃，就是不管什麼時候我回家，像我們外景，我都一定要我媽煮這個給我吃。有三路嘅富肥啊，喺度搶，對門山東食嘅。頭擺就會做兔子手榴彈。哦，手榴彈哦。哦，我哋真神就開出快下去就3條。对，我都一定要我媽煮這個給我吃。來，都叫它豆豆湯。先來一點。調羹用來模擬吼，要挑位啊吼，盛產期是端午節左右的時間咧，個曬挑管要清好些，曬起來就儲藏起來。寒天起來煮也凍吼，就清好些做嘛，吃到熟那味道凍好些又凍乾又凍香。那寒天沒有曬蘿蔔錢啊，跟蘿蔔錢哈，就用葉田來煮。寒天做嘛煮呀？因為這個很濃的香味，而且它煮起來
懂神神是懂神，因为它很甘甜，哎，那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味道。然后它非常的甘甜，其实喝酒要回甘，会回甘。这个可以帮助消化，因为它纤维质蛮高的。听说还可以利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怪不得，怪不得你尿尿那么多，呕尿的呀，都那边都会呕尿，尿懂消化好啊，对呀，表示他身体好嘛。哦，我说煮过之后，它软绵之外呢，它给它调味一样是有口感的，它不是干掉的，它是 Q 的，哦，比梅赛之前的好吃，好吃哎，哦，这个汤没有发扬光大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对呀，对啊。看起來小眾哥也拜要做足功課，簽到位用淺口色嘅挑乾湯，挑乾嘅後面是本用一碗沙丁一碗甜下來。聽調解員講啊，調解相當貼片，當然會請教一下調解嘅同學喎。你老公給香嗎？該香腎，香腎，湛蓝的這個名你看一下，好特別哦。對，這個湛在我們台灣省若有這個姓，都是我們這邊出去的，家族都是從那邊衍生出去的。姓湛給他同好，會蠻該同哦。玉章堂，玉章堂，然後香羅為恐龍，跟姓羅的是一樣，都是玉章堂。那今天這邊下一拜有幾分的時間，你再好好來了解一下這個姓湛的這個堂號，好不好？好，歡迎歡迎。真件係當貼片嘅香呢。下一拜有機會來到公館採訪，就同調解員約好，再去看下參務嘅貨服。食飽肚餓，準備愛去新竹寶山、公屋、紫陽堂嘅老貨服，請教蘇公太來講連家婆都唔知嘅公屋歷史咧。哇，來看一下哦，唔看了，我第一擺看到了貨房啊，哦，去到3樓嘅呢。紫陽堂，公家你真你有錢哦，哈，奇怪的感覺哦。人家叔公太，叔公太3樓，都3樓該會等你用啥，來去請去，好唔好？好。叔公太，你來嘍！叔公太。叔公太，哎，哇，看到你都了呀，同歡喜呀！叔公太，你也幾多歲？我哋88歲哦，名我都講嘛㗎。黃繼賢。哦，名婆公誒，黃繼賢，哎。有哎，很親切，很像我阿祖。你有看過佢嗎？唔係。記啊？唔是看過，係有嗬。係。加上到就阿泰高神可能有多。有哦，阿泰高神的時間。有啲料理咩？可能有多咩唔識。哦，基本特別啦，安尼客家人有名堂，佢基本特別準嚟啲地方。係啊，因為民主也以後啦。係啊，一刻退上以來已經有80年。80年，哦，咁你條路條擺時節啦，吼，你喺杜先都太多間用辦法來到啲地方。可能就聽到講台灣以後傳說，哦，佢就過來，2萬人過來就是拍沙頓上了。清朝乾隆年間，來台做測量工，對廣東非族開封過來，對苗栗同小拍沙隊上來過後，遇到一簽行家好嘅素材客，簽到位啲新竹寶山陳江村嘅亞達山堡，個看下去，看得到貴片嘅山啊，傳到一下差唔多為200年了。叔公太，做得老你講，你有冇去到3樓按講咯？我都公堂咩？各房他家有分咧，自己就人各房自4個，你公堂不能愛啊。哦，公堂不能的，比旁邊的建築還要低，因為這一定會最高。象徵啊！古時候旁邊如果再建，你知道再建，懂嗎？那個我建可能要等啦，不能再建，因為咧。一定會最高嘅注重，錯冇？我聽阿爸講，5兄弟6條大褲誒，褲咩？就俾開火炭開開先做賣。開到嘅嘢哋變成嚟了，看到土誒就腳都染到尿尿，按嚟發氣啦。反正。那你冇種嘛？拿到錢冇種嘛？嗰東西我有咯，種嘛㗎？頭擺我買蔬菜，出入就會跳到寶山全部嘛嘅廣府嘅山咧。梗要種嘛？嘅水果？揀咩？種揀。
甘蔗迄牙巴下都没有大平顶该不会？中甘蔗。哦。啊，食太用上啲牙巴咸下去添sau色。哦，太平顶就是用牙口干，大平顶小辣椒。小辣椒的爷爷。爷爷就在那个地方。他的父亲。假爸爸啦。假爸爸就下去。是下去都该不会咧。念到2元过后，公务员对亚达贝传子传孙，变作当天梦错。陈江村有超过2亿个人都想讲，喊出来2任乡长，还有当多人都担任农会总干事。苏公泰后生的时节，就伫苗栗县农会服务。退休过后，当做田师。苏公泰按十万催通家族的事务，亲身来写族谱，成为按了解公务的历史。苏公泰还会分享一张老祖公勇敢的故事。用啊，你是爱详细听哦。嗰個年到嘅時候就到啦，係，就土匪就一來啦。哦，牙公，係牙公。二頭擺啊，五兄弟，五兄弟佢親排行親些，但是人可能較聰明，所以佢當家嗌啲貨房頭擺有3路嘅土匪啊，土匪喺度搶。3路嘅土匪來2路，對門山頭10隻，10隻要底下都騎油光火，按鋪頭油光火騎得，騎得結果牙公5兄弟嘛，下來睇房嘅就雖然係可能要嘅睇油爭到呢啲啊，當時牙公就出發一跪下竹頭，出街就竹頭，跪下橋踢，橋踢就門入來。頭擺就會做兔子手榴彈。哦，手榴彈哦。哦，是喺眼度講啦，就端嚟熱火藥。熱火藥，係。韓國嘅快鐵嘅鍋嘅，生命烤綿綿熱落去啦，行嘅竹頭彈可擊開嚟，他婆婆嘅表嘅啲嘅吃，啲嘅雜人。好猛哦！係啊。因為出嚟無糖嗬，行台咩？用片竹講劑量太密咯，用得啲滴入來。就碰落去，就開始就攻擊，天唔黑，你我戳，彈好手榴彈就得。哎呦，你看，你我從街就火啦。看啲兩片有戰鬥力嘅就留啲啊，冇戰鬥力嘅就很多欣賞嘅，梗要批防，人家就走，因為人會激到嘛。就按你準備，結果冇來，土匪冇來，到4點人冇來，聽講。我哋真神都開槍開下去，開槍佢，多同嗌就開下去啦，開下去就山平。哦，你冇就做唔得，也唔會攻擊佢嘅。佢會講啦，土製炸彈啦，乜個東西全部都有，好有畫面哦，對。土匪啊，你只要一進來的話，就立刻被他們殲滅，棒！而且我發現我阿婆的個性啊，這麼辣，我發現是江家的人都很辣。共發都強龍，中氣十足哦，不怕外敵，來吧，攻擊，對，這是很辣的，真嘅，保衛家園呐。以前嘅人嗬，絕對兵士中嘅保護假嘢，因為我今天其實第一次聽到寄陽堂這3個字，但今天卻給我很大的打擊，嚇死我了！我是雙重寄陽堂哎，沒想到我爸他是客家人就算，他也是寄陽堂，姓蔡的也是寄陽堂，這會讓我開始想到好多的東西。寄陽堂，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，對我的家族以及我們的那個身世之謎而言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開始。咁而係孫呀，梯地師誒，我21世，21，他21世，咁五兄弟24世，24世，我係24世，寄陽堂。感謝蘇公泰嘅介紹，本案了解嘅公務寄陽堂嘅故，不過呢，當可惜老火房已經起過位。蘇公泰講啲銅鑼有一隻老鐘頭，總督當見還保存得10公斤嘅火房，大家隨有聽等台13線出發，為本5用好好來體驗火房嘅獎。哎，理事長，有理事長，哇，有，哇，理事長，你睇風真型啊，吼，後山後水啊，你係
竹神沙气嘿啊，竹神沙气，唐颖讲啊，廖威啊有长寿村之称啊，真的假的？因为廖威的山啊，廖威的水啊，空气啊东好，啊，老人家对廖威啊吼，真正哦对老人家是最好的。大快乐，李师总像你像嘛该？那像竹，让我听咯。啊，李师总啊，有，李师总印传堂，印传堂，印传，姓钟就是尹川堂。你跟我讲啊，唐志忠讲啊，李师总啊，对这里啊，真的付出很多心力。你看我们后面廖威地方嘛，廖威啊，孙啊，你创办的嘛，你的地方啊，落地名。就三座错地震资料啊，他登记的时候啊，就写三座错，他個地方嘅起嘛哈，都話你喺度哪，你喺三座屋，講起嘅三座屋，又有段歷史嘅故事。姓韦小寶喺韦啊，而喺金灶堂韦小寶懂得不用对，7個不用我知道另外一个姓宋的也是金灶堂，对不对？我有个姓宋的一个前辈，他有很多老婆。俺们会供给他名，宋什么国什么荣的。三座屋，也有段歷史嘅故事。乾隆皇帝，哇，乾隆皇帝，对，他的末年的时候，干嘛？那亚达比呢，又从到广东过了回建呢，回建呢，说呢蓝之贵这个人，他带了30-3年，来我们这个三座屋回建，回建呢，当好就有3年，那么就我们王桂林。冇乜咁嘅，冇咁嘅，對，所以呢，亦都報告上庭，請求政府，講嘅亞當嘢土地，那上頭喺摩擦到以前住，鎮壓嘅地方嘅藍之貴嘅人員，結果呢，而家等於全部走上架，那麼當時呢就留到3間屋嘅，一個係相總嘅，一個相留嘅，係個相利嘅，留咗3間屋嘅，大家呢個三座屋，到現在呢，佢講唔要嚟喺度拉，喺度三座屋，所以人家的 visa 啊，在銅鑼鄉嚟講，一改建最重要嘅地方。三座屋一直到光復過後，將改名叫做竹神村，也特別有9成都係行人，老房房都保存到當完整。差唔多都有100年以上嘅，按照對李師總屋下嘅總屋意思，欣賞也到有歷史嘅老房房有幾獎嘅。哇，李師總，人家鳳鳳獎你看到沒有？牆壁啊都有特別的一些設計，有沙基溝呢哈，感覺是有意義的哦。係啊，跟鄉下的土，旭日東升，秀念東升期待東山再來啊！好棒！那這一個同舟共濟，共濟，共濟，對。那這兩張圖呢，就是雄霸長情，就他要的有按那個含義啦。唔過啊，來到下地方啊，一定可以看人家貨房。咁看人，係看人家公堂。好啊，李師總，按呢就太緊來啦。好啦，來到看到銀川堂，人家就我哋銀川堂，太溜嘅河南，它有一條河壩，叫做銀水。銀水就是銀川嘛，中瓮人、陳瓮人、賴瓮人，全部都給條河壩賦出嚟嘅。所以呢，你看到銀川堂就是一個銀水，它的源頭。銀水眼前，總理柳修。那麼有好山，有好水，有好水就有好山啦。所以讓我們這個地方呢，那個地級人理一樣。還有兩位，環流這個家世反潮。那主要呢，就講人家的祖宗跟子孫啊，世世代代就是非常的很昌盛，就是搞提供這個一個對聯哈。應歲年勤，元氣來，應歲年勤，總領玉繡，總領玉繡。好，來吧。應歲年勤，總領玉繡。
哎，不错了，你会 freestyle 哦，还有两位哪里？啊，用川流直言，老来吧，川流直言，假使反常，假使反常，好来讲一吧，川流直言，假使反常。对，就出来，哦，亮吧。唐理事长讲，中国第17次来台组对广东赵亮、杨国富来到亚达的开垦，已經超過180年的歷史誒。不過對亞件中國老貨房了解當道嘅小眾啊，有一個問題。既然已經有100年歷史，讓貨房面前怎麼看到傳統嘅百葉池呢？中國面前正好一條河壩，所以呢，當時呢就冇按做。嗰日的公堂啊，唔係做得最華麗啦，算樸實啦。哎，你可唔可以做到按樸實呢？那主要都講我一哋話係啲廣東趙亮哦，嗰邊搬過來嘅，30多年前。哦，嗰陣時呢，大家有轉移嗰邊看看那裡，也個主堂，也一簡單，係一不足。真的有那個能力可以做到更好，不過他不要，他是做到跟那個保留原來的樣子，原來的味道，都懷舊的感覺，很懷舊，東庸型呢。就等做工人的中國人，後台當到是幹家頭路。理事長作為22年高長，退休過後就轉到家鄉，對沙溪發展協會服務，對竹城沙溪的特地土地幾度當熟。理事長講，沙溪島還有一隻當鐵皮的鄉，就地李木順當罕見哦。哦，理事長，哇，真勁呢哈！哎，你阿在底啊吼，姓韦小寶還韋啊，你喺金灶堂哦，韋小寶懂得不用哎。對，7個不用哎。哦，我知道另外一個姓宋的也是金灶堂，對不對？哦。我有個姓宋的一個前輩，他也有很多老婆。哈？俺們會供給他名，宋什麼國什麼榮的。請問一下吼，跟你的姓韦啊吼，用辦法都態度來到倆地方。我祖先哦，啲廣東有祖師哦，有平嘢嗰度誒，來家下兩兄弟嗬，帶責任嘅家譜，來到台灣就多日嘅喺甲牌旁邊嘅100神下，而落腳佢是佢神大拿。當時我有嘅外台主，來到呀睇甲呀100神下嗬。我從廣府主要呀田梯來開山，大拿哦。哎，這真的是這道光5年6年。哇，我頭擺執照，哦，充滿用哎，我還一種，還一種就交那個租金呢。哦，還要交租金，頭擺跟政府租地，跟朝廷租地，哎，頭擺是誠實報稅，你看到嗎？過來去就連續3年啊4年，記得睇甲啊100神啊，北太鳳落太雨，打到乾隆27年嘅時陣，落千太雨，北鳳落太雨，全部田園屋山毛了家伙也就全部打槍，跟田園也就打黑了呀，冇辦法來台做，用有量嘅來嘅，老太田園就往南。全都揀於中埔，前片就阿哥，就來到苗栗銅鑼三初個哎呀，就呀開始田腳，就啲呀開山大拿。真件係當鐵皮嘅鄉呢，聽李木總前講啊，李木人對大甲、雙白啲亞特別當見，建立嘅同故鄉牛皮冇共樣嘅成績，苗栗鄉每一年嘅子孫，還係對亞特別傳出去。談起李木嘅歷史，小眾也是發現2片黃木嘅紅磚嘅木，有點奇怪。這好像很少見的，我真的沒看過這種的。那是懂，我講你要比你表講來製造咖啡，因為要懂有歷史，你看上輩全部忘起來，你二輩都嘛忘嘅差唔多嘅，不過而家保留得懂好，我想辦法修建一下，二輩都全部嘅做嘅，還有木頭。這其實保養一下算是古蹟耶。對啊，算啊，要算古蹟啊。對啊，你改建一下後，就變成咖啡廳了。文青最愛來，真的啊！真的，這全部文青是最好愛用的地方。古蹟咖啡廳啊，歡迎來金灶堂飲咖啡。當好嘅想法喎，好好嘅維護，天朝做嘅維護100年前嘅古樸風範。接下來理事長講，我帶小眾同응용去看那沙溪島真實嘅寶，
年世加起来2800岁嘅冠军乌头春雨，今日呀还有特别准备表演咯。来，告状！哦，看到了尾啊吼，真嘅太家仲要很有活力啊！係啊，唔過啊，看起來差唔多，我全部都唱阿婆啊、阿公啊，係啊，那沙琪啊，真係懂貼片呢。你有冇有暗用嘅一個團體？那我喺度莊頭嗬，啲老人家啊，係咪兩公婆都好卡嘅？聊到啲一散都好卡嘛，獨居嘛啊，對，所以咧啲見上到沙琪啊，係唔係可以試下啲老人家，大家衝下嚟撩啊，係唔係咁快樂？咁你嗰度啊，最老嘅你有幾多歲嘛？92歲啊，92歲。92歲那太子，阿伯婆，三嫂，那三嫂，咁最後上咗幾多歲啦？喂？6幾啦，最後上咗67歲。你以後70歲。來來，那聽冇我。小鐘哥講出咗嘢，一下就先來好好學習一下。老吳用向下感謝阿公阿婆嘅跳舞春雨，向下來感受阿公阿婆嘅快樂了。朴树呀！那麼你哈，你來了邊吼，唱歌啊、跳舞啊，心情又買。懂哦，阿婆共發身如紅鐘誒，哇，中氣十足。身體要有身體要講好，那你就看到你。媽媽家看到你。老人家是電影下，家講一禮拜來了邊幾多日？一禮拜5日咯。哦，來啦！又打拳又跳舞，哇！哦，心情又滿。你轉一下過吹天，轉一下，做咩啊？種菜，係咪種菜啊？台式連菜。哎呦，你92歲係咪種菜？你下身體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做得。你咩行過菜天？你媽種菜啊？係啊。哦，要 good 啦 ，good 喎，有冇？老人家真見懂得影響呢。聽理事長講，佢教書做教長22年過後退休，轉到家鄉看到沙琪人口嚴重老化。2年前盼苗栗頭間20頭照顧老人家嘅服務中心，安排嘅編織、木頭、下太師，同意也條考察，本老人家當然來到也打備都唔會顧惜。現時有漸漸嘅40位老人家參加。平均年齡85歲卡假嘅，還幾下擺參加原發錯發啲舞蹈比賽，幾下擺打頭名。唔單止安呢，還有一個當時理事長沒冇想到嘅效果。之前啊，俺也先生過世過後啊，就一出咗一難過啦哈。先生過世，我行唔出來。結婚60年咯，老公婆。感情同好冇？唔是嘢㗎。係啊，冇見男60年冇。啊，就4天過後啊，哈，就一難過啦。見到個鑽牛角尖啊，哈，印象之深，像我都衰唔得咧咩啊？都是安眠藥咩？哦，後來我奶奶就講，阿媽看這個頭部看咩醫療藥哈，咁係帶來沙琪，認識一條老朋友好。那個好啊！一到沙琪就知道心情啊，動爽快，強鬆誒，係強鬆誒，係那是強鬆誒嗬。當日就安尼斷斷續續來上課，開樂到下課嗬。哦，等到差唔多有半年嗬，不知不覺，哎喲，阿妞唔，阿就用，阿就冇說安眠藥啊你。哦，是不藥而愈。真見很讚冇。心情好誒，身體有空間，同阿婆喊講啊，理事長派呀照顧中心完全唔值錢，含睇嘅老人家，理事長還會親身視察一隻，好得有機本族成沙琪變做老人家嘅幸福村，你歡迎大家來到也打備，叫下同老人家分享歡樂，下個年有命途，下個禮拜見了。